首先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们敬爱的李登辉前总统于今天晚上19点24分离开了我们。让个人很荣幸担任主治医师174天以来，对李前总统的感想就是，李前总统是一位生命的勇士，也是生命的奉献者。家属与总统之间的亲情非常的紧密，即便李前总统身体非常耗弱，他仍然眼睛能够以眼神看着曾孙女的照片或活动录影带，非常有神的目不转睛，跟着活动在转动。我们医护的同仁看了都非常感动不已。所以，整个李前总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实际上给我们的医护以及健康工作者上了一个最完整的一课，就是一个生命的价值所在。那在过去里面，李前总统一直在台北荣总照顾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总统及家人都非常温馨，每年都会宴请我们的医疗团队吃饭。那席间都是跟每一位团队成员都非常亲切的互动，可以感受到总统及家人对这个医护同仁还有每一位同仁的亲切，非常令人感动。那另外这个过程当中，个人也感受到总统在这个即便在非常的虚弱的情况下，他对于亲情的这种触发跟感动，我们在旁边都可以每感受到。在这里面很感谢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机会经历这个生命的真谛与意义。